扬吧，披披来吧，那为君的流光。万红的红转眼，万里来兮不见。他呀对天，大地天，大为安见可悲。咱第二节的歌词吼，来迄个有一个是第三句，较赢对调。到第一哦，这个跟他这个讲吼，对咱小可注意一下。咱来唱第四节的歌词。呀，你世间艰难，应该感恩老行。我的爹多兄弟。当为家的沙灯。咱来看迄个圣诗第480首。这首咱定定咧唱吼，定定咧吟的时候，我心大欢喜，注点心田，所以咱大家希望大家咧唱的时候，等下吼，真正会当为心底唱出这个欢喜的声音。吼，咱做个来吟一首。我心大欢喜，主良之名，虽然的世界那主的名，最终的故事我心欢喜，有主永光辉，随我情意，大爱可用为了为我主要。今仔日就先到这。大家平安。
咱礼拜就要开始吼，咱先检查，咱先来甲咱的手机关机，还是这个手机。好，这是咱用这个感谢的心来向咱的上帝礼拜。全地着讲，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应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民。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0首，愿主上帝掌管。圣诗第60首，愿主上帝掌管。咱着请起你来吟全诗。咱三个来交读上帝的话，圣诗的后面启应文36篇，马太第6章，启应文36篇。先来颂奖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腰喙焦、心无气的人有福气，怜悯的人有福气，生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好评的人有福气。
受困着的人抛弃。因为我是耶，我人遮雷骂恁，困着恁，对讲恁万项的歹，你就好去，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偿是大。因为你是善良，那也安尼困着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是大权的上帝。你伫每时刻拢看顾阮，咱献上感谢，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伫圣的主日，阮三甲组织同心敬拜而落你。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无隐瞒，坦然诚心来认罪，阮的心常常软正，常常照着世界来行，常常受着撒旦的试验。求主时时刻刻提醒阮，闪避魔鬼引诱的危险。若毋是你的救恩，阮无啥物通倚靠；若毋是你的赦免，阮所做的拢是空空着活。若毋是你的拣选，阮无有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若毋是你的疼，阮无法度来赦免辜负阮的人。天父上帝，恳求你继续看顾台湾这个土地，也为着月底的选举，求主来带领阮台湾头前的路，互阮选出来的市长、民意代表。拢有智慧甲能力来继续为台湾这个土地努力，然后各行各业拢通正常来运作，互阮有稳定的收入来维持阮的生活。主搁一摆来免愿，赦免阮拢总的罪，互阮有谦卑的心，通来含骄傲的试探，也是用基督的心做心，实践伫阮的生活中。亲爱的主，咱哪侪教会选择伫南口的。来开拓，这是你对阮南口的祝福，就代表哪侪人搬来南口这个城市。我要为了南口教会的成长来祈祷，我感谢你赏赐阮南口教会，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文书，有人有祈祷的文书，有人有音乐甲艺术的文书，有人有领导的文书，阁有人有熬关心人的文书。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谦卑顺服的心来服侍主。以合主你来使用，阮所徛起的这个城市，尽力来传扬主的福音。然后过月就是圣诞节，阮也开始分组准备圣诞节大项事工。求主亲自带领阮南口教会今年的圣诞节活动，也好的种子来感动更较侪人的心内，互因的种子，因的心开始布下，共同为着主的国度复兴来努力。闽南的主，最近天气渐渐变寒，阮也为着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互伊有好的精神甲气力；若有身体袂疼的，求主互伊有好的医疗甲照顾，帮助因早日得到健康恢复勇行。也因为安尼，透过你奇妙的所做，来看见主你的荣光。这是阮也恳求主。你赐予伫阮要爱听的真理，你的圣性甲智慧，毋知伫牧师甲阮的中间，才着伫牧师所要透放的信息，互阮更加捌上帝你的教示，并且记伫心内，行做拢照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着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教示阮就爱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阮列名信。列我名法，列地之家，列地之地，万事平安的话，下面我口误，你听完下面我看到，我的口完自己，对万他的人爱，因我万人平等共起错，来我自己。阿门。
母呢伫上悬23章第29、第5节，有人报家己讲，看非利士人拍伊啦，像我国境，就问耶和华讲，我通去拍遐个非利士人也通。耶和华甲家己讲，你通去拍非利士人，救伊啦。对家己个人家己讲，咱伫犹大地遮上请赢赢，讲去伊啦，拍非利士人个军队啊。大卫阁问耶和华，耶和华应讲，你起来，要去伊啦，因为我要用非利士人交入你个手。大卫甲对伊个人去伊啦，甲非利士人交战，抢因个精神，害死侪侪人。安尼，大卫救伊啦，遐去个百姓。圣经读到遮，是咱圣歌队要用时光、志愿大分哦，互咱当心向上帝来献上乐。
请本堂牧师来唱歌。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大笔尊主最大。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互咱会当搁一遍伫主日透早咱三甲组织，特别伫个即个秋天，咱讲特别寒天啦吼，咱今仔日即几工就会明显，虽讲有日头，会真明显会感受到吼。我来教会的路顶嘛是吼，即个东北季风在吹，逐年咱拢会伫南口的所在。享受到东北季风、东北季风，还佫有啥南风有无？两种东风甲东北季风。咱若会当常常来教会来咱即个所在，特别伫咱即个走道即边遮即摆车停的迄个所在，伊甲幼稚园你若徛伫个迄个篮球架边迄个所在，你若真热你就徛在遐，免几秒钟你就会感受到迄个凉爽。无论是春夏秋冬，你若徛伫迄个所在，所以感谢天父上帝，互咱会当伫个南口的所在，三甲组织做伙，特别伫南口基督长老教会，咱伫遮来做礼拜，应验上帝的名。感谢天父上帝，是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学习伫信仰生活内面学习大笔尊主做大即款的精神甲态度，这是今仔日咱。伫遮牧师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要开始进前，因为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上帝你就是疼，帮助阮会当透过上帝你的疼，吸引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上帝你的殿院，阮做伙来敬拜何了主。主啊，虽讲无得较伫信仰的方面，阮也是互看做是真传统。信仰的过程，我无得较无法度用现代真活泼的方式，伫遮来敬拜上帝。总是感谢天父上帝，你互阮回顾过去即款的传统，一步一脚印，阮伫遮真安静来到上帝你的殿院，伫遮来敬拜，毋是听躺上帝你的话，阮看圣经，阮有赞美、学乐、圣歌队诗班，这就敢若亲像即个世代有真侪无共款。敬拜的方式、礼拜的方式、组织的方式，感谢天父上帝，互阮对伫传统礼拜的过程中间，嘛会当去经历亲像大笔安怎样伫遮来尊主做大。感谢天父上帝嘛，赏赐鼓手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阮伫遮的分享，讲的、听的，平平得到利益。搁较伫个即个看起来真简单，伫信仰的实践的过程中间，安怎样落实伫阮的生活内面？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笔，我相信咱拢真清楚。伊所行所做，伫个记载伫圣经的所在，特别是伫撒母耳记整个撒母耳记记载大笔对一出世，一直到伊安怎样。犯罪，安怎样佫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安怎样佫互上帝一领大半的使用，一直到伊过往？我相信这是以色列百姓因伫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间，真需要即款信仰的模范。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大笔离咱太远的，是毋是？总是离咱太远，咱会当透过伫圣经内面的记载，特别伫圣经内面，咱毋若是今仔日看到《撒母耳记》23章第1节到第5节，搁较清楚的，就是咱会当回应透过即段圣经，在咱来回应，咱来看大笔的生活是毋是甲咱共款？伫咱日常的生活内面，有拄时会产生即款会状态走出来。所以大笔尊主最大，这是咱定定伫圣经内面，也是讲咱伫主日学，咱伫日常，也是讲小组团契，咧聚会组织的时阵，有拄时咱嘛会提出来讲一下。讲过了后，咱这咱记伫想着尔吼。大笔对，大笔就是这个尊主做大嘿。咱知影大笔尊主做大，但是咱
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就是要来分享咱三角伫信仰的角度，而且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到底伊安怎用尊主做大？透过撒母耳记遮的经节内面，有侪的经文，侪的即个段落，咱会当伫遮来分享、来思考。因为伫圣经内面嘛，有确实咧记载吼，撒母耳记13章第14节的所在，特别嘛有记载讲圣经内面上帝伫遮称大必是下伫上帝心意，合神心意。无简单呢，兄弟姊妹，咱要下人的意，有简单无？可能咱爱甲即个人计较，做伙真久真久。比如讲，我甲阮牧师娘结婚23年的时间，我一个动作，牧师娘就知影；牧师娘一个动作，我就知影。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嘛是共款，一个想法，一个思考，讲头前差不多就知影。即几工我甲牧师娘咧分享牧师娘伊做咨商嘛，伊咧咨商，所以伫咨商的过程中间，其实伊爱有督导，毋若是干那牧师娘，伊咧顶内还佫有老师的督导。我印象诚深，牧师娘咧做咨商，伊有督导的时间，这教授甲牧师娘伫即个 team 咧督导的时阵，伊讲拄好牧师娘咧报告，阮拢会分享，牧师娘嘛甲我看，我甲伊分享，我感觉伊个案源头，即个个案我感觉真可怜，当然牧师娘咧辅导的过程中，咱用真长的时间，甲即个个案伫遐来报告，当然迄个报告是对伫所有的即个咨商界有差不多100几个伫咧线上网络讨论大家讨论，当牧师娘报告了后，开始真侪讨论。有的人知影牧师娘即个咨商的方法啥，有的人可能毋知影，别个太白，直直讲起，牧师娘真伤心。咧开车的时阵，伊讲头前几句话，我就知影，我心内面就哇惨啊！要安怎？咱一个伊一定会好因为迄讲的话太尖锐，我看牧师娘咧分享的迄个话，我拢惨，咱一个一定会好。果然，无拍算，无几秒钟伊就开始哭，哇，笑，原来阮牧师娘嘛有遮软弱的时阵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互我发现着，人甲人做伙的过程其实是安怎需要时间，无伊若安尼哭，我嘛毋知影哭啥，受委屈了嘛，准备到遮尔丰富，竟然有个人几句话就带过去，其实咱伫上班的即个职场顶悬嘛，定会拄着即款的状态。咱的主管也好，同事也好，有倒时啊，因为无熟悉、无认捌，伊伫遐安尼用一句话尔就重伤咱。亲爱兄弟姊妹，即使咱嘛无有上帝，甲咱三合一的，即使咱嘛无有认捌主，即使咱若伫生活内面无法度甲咱的主上帝有做真水个好的结连，咱有倒时啊常常都会流目屎。有拄仔常常都会失志，有拄仔常常都会，敢若亲像大笔共款。其实大笔是嘛有一段期间是，咱若看诗篇，有诶诗篇是大笔写诶，诗篇毋是拢总是大笔写诶有诶诗篇是大笔写诶，伊就会伫遐来哀叫，来向上帝求讨。伊毋若是干若对人，对上帝佫较亲密迄个关系，主要是啥？熟悉。你有熟悉无？你有认捌咱诶上帝？但你为虾米伊会存主做大？是因为安怎？伊彻底认捌上帝，伊彻底知影，伊彻底对迄个顺时甲无顺时，迄个平顺的日子，一直到即个犯罪的日子，一直到啥悔改的日子，一直到啥，佫一遍甲上帝佫好，就敢若亲像咱一生共款。你是毋是一生会当有迄个每一个抗战阶段？这是真正重要一件事。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遮来做传统的礼拜，牧师为虾米要强调传统？因为这甲咱的分享有关联有关系。因为咱传统顶悬，咱就是认为讲上帝高高在上，遮尔啊远，莫讲高高在上，上帝真远，咱拢会讲祈祷的时阵来讲，日常生活上帝咱拢向天。当然这是人咧礼拜崇拜对伫心灵的即个概念，咱来向天，咱来仰望天，仰望。
敢讲上帝无伫遮嘛？有啊。现在兄弟姊妹，所以而且透过即段短短的经节，今仔日咱看到《撒母耳记》23章第1节到第5节，你若详细搁看一遍，等于我紧，等于搁看一遍，你就会当体会，特别是伊安怎样经历迄个人生真大的痛痛，人生真大的艰难，人生真大的痛苦困难，伊安怎搁一遍甲注定遐做真水搁好的结果，因为安怎上帝灵甲伊相甲伫咧，上帝帮助伊经过迄个死荫的山谷，伫咧即个安静的水边，伫咧对敌的面前，甲大笔摆设啥宴席，迄个福气是啥？不会满出来。所以大家伫遐最后伫诗篇的所在23篇，因讲着我要安怎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毋是咧拜堂啦吼，毋是一间厝的，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有即款的感动甲感受过？愿主赐我帮助。所以咱今仔日透过大家尊主安怎做大，华语场一个大卫尊主伟大，真做大，伟大。大地尊主做大，意思就是伊的一生拢啥，做啥物款的代志，伊就是来来问上帝。伊每一步、每一个骹只，拢来求问上帝，求主帮助，求主保守，求主怜悯，求主眷顾。实在是无简单，生活内面咱定定会用家己的意志，伊遐想。包括牧师嘛是共款，咱要安怎样推动教会遮个所有的事工？当然，除了咱有遮个目标以外，无得靠即个目标，迄个毋是遮尔啊聚焦。咱爱搁想要安怎样聚焦？伫迄个思考的时阵，有拄时啊，真正会袂记你安怎祈祷，拢靠家己会晓伫遐咧思考咧想。愿主来帮助咱，来去尊主做大。即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伊安怎样来尊主做大，凡事来求问上帝，凡事来求问上帝。当然，即摆图咱看起来就是共款啊，天晓。咱会当真伫即个思考的过程中间，咱嘛来想想你家己是毋是凡事拢有求问上帝。我听过一个寓言的故事，是安尼讲，有一只豺狼，豺狼吼，看到伊咧啉水，看到下游的所在有一只羊仔，伫遐咧小羊，伫遐咧啉水，哎呀，太好了，伊的暗顿有走路啊，真好的时机。安尼好，我要互即只羊仔口服心服，顺探我，伊就伫遐开始大声咧指责即只羊仔，为什么伫遐将伊的水源用一大塞去啊？即只羊仔安尼讲无啊，我伫咧下游呢，你伫上游呢，我哪有法度弄脏你的水？即个豺狼伊就改口讲，为什么你旧年甲我的囡仔拍受伤了？迄只小羊讲，我才出世几个月尔呢，拜托，旧年我都还袂出世，要安怎样打伤你的小孩呢？哇！即个豺狼见笑转受气，伊安尼讲，安尼毋是你，安尼可能是你的老爸啦，伤着我的囡仔，你也负责。即只小羊讲，毋是，是毋是我的爸爸甲你拍你的囡仔受伤？其实我毋知影呢。无安尼好啊，我先转去找阮的老爸来讲安尼，问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即只小羊真巧，伊伫遐哪走哪叫哪吼足大声，哇！羊爸爸听见了，小羊在叫就走过来，结果即个人摸摸鼻子就安那就走了，吓跑了。亲爱的兄弟姊妹，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无得靠小朋友拢捌听过的一个小故事，但是，互咱来想看卖，魔鬼就常常伫即个故事内面，就敢若亲像即只人共款，做批人一样，用真多的理由伫遐咧侵犯。甲好咧加在即只小羊已经清楚知影讲安怎，我来问啥？我来问我的老爸。我来问我的老爸，
凡事求问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大笔特别是咱看今仔日即段的经节，有人报大笔讲，看非利士人哦，伫遐咧拍即个记忆链哦，抢我国，伫咧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大笔其实伊有能力，即个有自信的人，我相信伊真有能力会当掌控全局，很多。拢种，包括咱真侪兄弟姊妹咧做生意，咱就知影，咱爱有啥，咱爱把握掌控即个全局。若是敢若伫台湾无得讲你的事业是伫咧国外，全世界拢有，你要安怎样伫台湾的所在伫遐来安怎掌控全？你真聪明，你知影要安怎样处理。有咱兄弟姊妹家己开公司，咱拢知影。也是讲咱家己咧食头路，你的职务顶悬，你拢真清楚知影。清楚知影了后，你就会去做，对毋对？咱袂安静落来讲上帝啊，过来我要安尼做好无？咱看今仔日即段经文真清楚，虽然真短的应答描述拢真短真清楚，但是你看到即个大笔伫遐小等一下，我问上帝，要读无爱读，我拢问上帝；要讲无爱讲，我拢问上帝；要守无爱守，我拢问上帝。伊虽讲胸有成竹，伊虽讲真安尼，各方面拢已经有，即时阵的代表是安怎？是长勇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毋免等甲长勇啊？吼，咱是毋是咱的一生中间，你活到即个岁数，即个坎站，无论是10岁、20岁、30岁、50岁、80岁、100岁，咱拢不管你是毋是，会当凡事求问上帝。伫求问上帝过程中间，你看到啥物？上帝爱你看到啥物？上帝爱带你看到啥？看到安静落来，听上帝的声。咱一个继续分析甲分享。大笔其实个性嘛真急的，很急的。要做啥物代志，但是安怎伊学习一件事，心问上帝。凡事求问上帝，愿主保守，也帮助咱兄弟姊妹到一点，真重要。咱伫咱的生活内面，要安怎样安静落来，无简单，因为伫即摆的时代，资讯太发达的时代，你要安怎样是毋是会当真完全安静落来求问上帝？你过来会服侍，你过来信仰的道路。你过来的生活，足真侪太侪咧，咱要安怎样求问上？好，这个前提是啥？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代表伊所行所做每一件事，伫即个过程中间，伊甲今仔日咱等下嘛要看的所罗王，伫迄个过程，咱会当真清楚，伊尊主最大，尊主最大。代表伫伊生出来了后，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本来是无有把握，伊本来是因厝内面同事的一份子，后来受到竞选，迄个竞选的过程，无需要无要搁加讲，但是咱就会当知影，被受竞选，就敢若亲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共款，有拄时啊，咱要邀请咱来做服侍，咱会提示，但是。上帝就是伫每一遍的无论是聚会，每一遍的生活内面，咱的日常的生活，上帝拢会提醒咱，拢会竞选咱。因为无得甲上帝要互咱看到目前，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你的生活、工作，各方面，上帝会启示互咱知影讲，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需要。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特别头一点是代表。伊凡事求问上帝，问上帝，我要安怎来做？咱事上较无迄款的态度，甲即个生活的即个态度，常常咱都是这安尼做就好啦，无问题啊。咱事上是较无安尼做，求主来帮助咱。所以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尊主做大，咱会当安怎？咱会当凡事来求问上帝，所以这是真重要。尊主做大。
咱是毋是伫咱的性命内面尊主做大？伊大笔甲即个国王吼所罗王伊遮个故事内面，后来咱知影，即个所罗王伫遐来对杀大笔嘛？为什么对杀大笔？即个兄弟姊妹，咱若看到圣经的记载，对什么点开始？对大笔安怎？开始对敌伫遐，逐个兄弟姊妹伫遐的百姓开始流传真侪的话，所罗开始千，大笔的开始万，千比万较济。时常咱伫生活内面定会做比较，是毋是？我的囝甲你的囝咧比较，伫遐咧比较。昨阮囝嘛去全国打迄个什物扯铃比赛全国的安尼，后来面总共21位高中生21位高中生所以比赛好成绩出来，我先莫讲，我就讲出来我就来讨论，你感觉你旧年比赛比今年安怎？伊讲有进步一点点。伊讲有进步一点点，我看是共款，迄名次拢差不多共款，伫迄个名次10通名迄个名次你过来咧，过来就继续练习继续努力，继续练习。他喜欢已经介意，真喜欢继续练习。我讲有一个你咧练习的时阵，伊拢伫咧你边仔安尼看你。甲你安尼指导咧用，迄个我看敢若袂歹呢。伊讲对迄个嘛袂歹，但是伊安怎一开始就讲，阮囝就开始讲伊的安怎，伊的缺点啥，伊就开始咧讲他怎样，甚至是安怎，甚至是伊是前后头前后面在比赛迄个号次，伊伫遐，甚至阮囝佫甲伊斗3工，但是我发现一件无好的事。伊斗3工国地甲人摕迄铃毋知安怎扛。后来事后阮咧讨论，当然这个影响着成绩啦。但是我就想讲，奇怪他会做即种动作，报复的心理。人拢有报复的心。虽讲因差不多伯仲之间，但是阮迄个囝是毋通讲伊输，所以小动作就造出来。你听会当安尼？你着帮忙人排好就是排好，因为爱扣1分2分，迄个秒数若有差，伊佫害人安尼转一下，我着帮伊，无人，伊着我着开始鼓励我。亲爱兄弟姊妹，这世人若无有尊主做大，真侪会咧像阮囝即款的咧，真侪，无论伫是家庭内面，甚至是教会内面，报复也是讲陷害。是咱人常常有的迄个目的。你拍我一句，我就安怎回你一脚。从起码嘛爱骂你一句。咱会当通看，大笔的即个过程，伊宽宏大量，伊即个过程实在是互咱会当来学习。伫咧大笔做有着。所罗王在对杀的过程中间，迄是搁较辛苦、搁较恐怖的过程。我相信咱若会当透过撒母耳记，咱就会当通来了解。今仔日在彼个遮个所拄着，伊会开始做着遮个困难的对杀，做着对杀的即个困难，毋是代表有犯过啥物款的错误，是因为所罗王的怨妒。伫迄个过程中间，伊想尽办法要对杀大笔。伫个所有的对杀的过程中间，其实咱会当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大笔有2摆有即个机会会当将即个所罗王杀掉，解决斩杀掉。头一摆伫个撒母耳记上卷24章有记载即个故事，大笔甲军队伊个人伫遐立伫个即个军旗队。即个旷野，有一个山羊边的即个洞穴内面。所罗王拄仔迄个时阵，
腹肚无爽快，所以走入去迄个洞穴内面，伫遐上厕所。所以军队台北的人，军队台北人对台北伫遐建议讲，趁伊趁伊咧上厕所的迄个过程，会当甲刣死啊！台北唔肯啦，伊敢若安怎？伊伫遐偷偷挂落来即个说的黄衫的一角吼，伫遐来挂落来吼，衣襟。啊，另外一段记载是《撒母耳记》26章的所在，扫罗伫即个哈基列的山路边啊，伫遐安营。啊，军队扫罗的王的人拢困伫个扫罗王的边啊，保护伊嘛。但是台北甲即个亚比塞吼，因暗时啊来到即个营的内面，伫遐伊的下骹手人甲台北建议讲，趁即个机会，甲扫罗王安怎杀掉。真好，总是台北竟然有同意无？无同意。共款摕即个扫罗王边仔的水壶，伫遐甲摕落走。现在兄弟姊妹，台北有遮尔啊多200个机会要杀死扫罗王，但是伊的心是安怎？我相信台北都是有缘听上帝的旨意，问看觅上帝，伊尊主最大。伊嘛知影即件代志，扫罗王是上帝所设立的，毋是伊凊彩会当安尼就甲杀掉，除非上帝所应允。所以对上帝所设立的即个王，若任何有错误，上帝亲自找伊算账。我相信这是咱以往定定咧讲，定定咧思考，咱毋免心烦恼。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台北，若是表现出伊心开阔，佮表现出安怎？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即个王，咱尊重。亲爱兄弟姊妹，咱彼此中间嘛需要即款的态度啊。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啥物款无拄好的过程，咱要安怎？我说一再都强调，用疼心讲实在话。这是真好的一件事，但是唔通用疼心讲实在话了后，你就转身而过，不理他了。用疼心讲实在话了后，你爱搁安怎单单的拥抱他，爱互相勉励，甚至是我教你安怎处理，我甲你讲安怎处理，也是讲咱来祈祷，求上帝怜悯帮助。我想这是咱信仰生活活动最高级的啊。那安尼做起来，当然咱一定袂冤家教会内面。咱若伫甲人指责的过程，咱也会当想着，我甲你讲了后，我要安怎样，我甲你安怎，我来甲你分享，安怎样要做会当较好。无安怎，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尊主最大，咱爱听看上帝旨意。哇，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信仰的实践。咱讲信仰生活化的过程中间，伫每年度。咱牧师有缘有12摆，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这就共款是真重要的信仰的课题。要对婚姻，要对事业工作，要对囝儿遮的管教，拢透过圣经顶段的记载，也是讲社会伦理的遮的问题，死刑要不要废除啊？这是甲人权有关系嘛？这个人权我们要怎么看待？咱基督徒会智慧价真好食，会当食袂？我看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大家会当食。每年只要有几摆牧师共款，逐个月拢会当伫迄个信仰真信仰生活化的过程中间，甲咱分享。这是啥？这是尊主最大同要紧的生活的准则啊！圣经安怎看？咱拢倒来甲圣经看，毋免。辩解啥物，咱就是看圣经安怎记载，求主怜悯嘛帮助咱。咱就看到台北伊会当有机会来甲扫罗王杀死，但是伊知影上帝所设立的。咱有机会甲兄弟姊妹会当好好，嘛会当安怎？会当冤家，会当安尼拢无爱死不相往来，嘛会，但是安怎爱注意，这拢是啥？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真宝贝的百姓，求主来帮助咱，开始是尊主做大，咱有可能性来宽恕
求问上帝。最后一点，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谦卑耐心伫遐咱听候上帝，谦卑耐心伫遐来听候上帝。咱有限就是即个时间是真有限，但是咱爱用上帝的时间，咱有即款的眼光，咱真做上帝的囝儿，有即款的眼光。无得靠你即摆人讲，牧师我80岁、90岁啊，啥物行路啥，逐方面拢无困难啊。喏，毋是，我会记我阿嬷嘛年纪真悬啊，应该是迄阵啊，牧师细汉的时阵，我的阿嬷就差不多70、80岁有啊。伊是逐工透早5点外就起床，灵修祈祷，伊是跪咧涂骹祈祷的迄款。梳妆打扮真侪了后，祈祷灵修了后，食早顿了后，就出去传福音啊。伊安怎传？伊就摕类似更新即款这个是以前的小单张，去甲人店面就开始分传单，伊就是遮尔单纯。我的丈夫嘛是共款，即摆吴顺英的妈妈，伊无读过啥物册，足古意，其实你甲讲啥伊就相信的，你甲伊开玩笑伊嘛相信的，所以我拢毋敢甲阮丈夫开玩笑，伊真正拢会相信，就去做。无得甲世间人认为讲这就是空空啊，就是安尼，但是安怎？伊逐工就是吟诗，阮无顺英的妈妈足爱吟诗，毋是足够，是足爱吟诗，逐工吟诗。伫遐共款摕传单，伫遐菜市啊，即摆有更新啊，所以拢摕更新，来分传单。这互你看吼，这个给你看哦，有癫痫，有癫痫，有拄时癫痫发作起来，大家都真紧张。但是伊就是安怎，伊就是时间对伊来讲，伊无去看迄个时间，伊知影伊想着讲我爱做一件事。现在兄弟姊妹真重要，但是有时爸爸无输，有时我就是无法度耐心伫遐咧听候，做啥物代志无得较真急，开车就是就是用坐边仔，你开较慢的啦。真急譬如讲会有需要，还是讲较会，还是讲家己本身有需要迄个代志，开真急，无法度耐心啦，因为安怎？咱忽略一件代志，伫即个速度真紧的社会顶悬，咱忽略即款听候，而且咱忽略听候，有拄时听候毋对，咱有拄时听候害人的机会，是毋是？毋是啊，咱听候啥？听候上帝。所以，搁进一步，咱来思考，有谦卑的心，咱才会当有耐心。其实相辅相成的谦卑、耐心、听候。这个较重要，主持在最后面，咱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大卫伊无要开扫罗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毋敢行伫咧上帝的头前。为着要听候上帝，伊家己伫遐安怎？伫遐伸手，主啊是，我听候你，我等待你。主啊，求你帮助夫妻，伊听候上帝的时到。所以大卫对伊遮下骹手的人，特别是即个亚比赛，伊讲我只着永远我上帝伫遐来启示启示伊或者是讲互耶和华伫遐来读，或者是讲死记教啊，或者是讲出去抬即个阵亡我拢伫耶和华上帝面前。毋敢伸手害耶和华受我有的，撒母耳记上卷26章第10节到11节的所在有安尼的记载。所以大卫毋愿家己伫遐来申冤，伫迄个过程中间，伊一定要听候耶和华的时间到。无论是扫罗的死期到，还是讲互上帝拍互死的指导，出伫上帝的手，还是讲出战死亡战死，迄拢总是上帝的代志。所以，大卫伊毋愿用家己的血气的手对待伊的仇敌元首来。即个兄弟姊妹，这真重要，因为这几年是咱
国家真关键的时期对毋对？哦，即、个局势，咱拢真惊吓。局势到底会安怎？阿强啊，到底要拍过来？会拍过来无？对毋对？会惊袂？讲袂惊，实在是骗人的。我所以嘛会惊，我是爱甲上帝求啊求讨，我嘛会人上帝，看会当莫安尼无？咱爱相信上帝有伊特别的时间，无论是毋是咱要互人统一，也是无论是咱是毋是会当真正继续伫即个所在徛起。我相信上帝拢有上帝的时间，特别我咧准备即个讲道片，我还清楚知影，看到上帝安怎样带领咱生活伫即个岛屿的兄弟姊妹，咱应该有搁较大的祈祷，搁较大的疼心，搁较大的啥谦卑、耐心、听候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清楚知影。了后咧，咱来学习顺服。无论是毋是，当然牧师讲咧收过头，这毋是讲政治哦，这是讲咱即摆目前咱生活的状态，两岸中间的即个危机感，有阵时啊，咱毋知要是毋是爱靠美国，还是爱安怎？其实拢毋知影，袂清楚。外国人，外国的所在，我嘛有亲戚伫外国，考劝阮啦，你啊安怎？你啊，即摆真危啊，即摆安怎？哇，真侪的事，求主帮助咱。迄个等待是非常重要。伫咧即个等待过程中，咱拄较重要的是啥？智慧，读圣经，了解上帝的话。咱无法度100%了解，但是咱上帝一定体示咱，上帝爱咱行的迄个方向。包括咱即马教会即马目前的状态，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信仰里面的状态，你是毋是感觉讲，我都干那一礼拜来做礼拜，应该还好吧？No， 我说真期待每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对上帝，咱讲人可能敢若讲着道理啦吼，上帝的道理，但是安怎？上帝对咱讲的拢是啥物？真理，拢是啥物？上帝的话。所以咱爱对上帝的话，虽讲毋是100%，因为100%甲上帝共款，咱就变上帝啊，毋是，咱是爱了解上帝的话，知影讲伊伫圣经内面启示咱，迄个方向，知影讲上帝爱咱即个生活爱安怎生活，生活爱有谦卑的生活，爱有耐心的生活，爱听候。所以咱看今仔日即段圣经内面的记载，大卫安怎？伊真正听候，伊2摆有法度会当直接杀扫罗王，但是伊无，因为伊知影扫罗王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伊袂当安尼来做，所以伊伫遐听候，谦卑。因为伊嘛知影，其实伊若用咱用人的思想来想，这扫罗王大体知影上帝的心意嘛，上帝一定会处理的，所以伊就安尼就好啊。但是大体毋是，伊搁较谦卑咧等待，锻炼家己，克服家己。我咧想啦，这我家己想哦，我说白，可能大体嘛有迄个怜悯的心啦，就伫遐看讲，伊嘛无得较袂期待上帝刑罚扫罗王，但是上帝有伊特别的旨意。所以咱会当看，对大卫受挖受教伫咧受挖开始，撒母耳记16章13节开始，一直到大卫正式成做国王。撒母耳记下卷5章第40到第50节，即个过程中间，伊距离相隔的时间真长。这是大卫甲扫罗王同大无共款的所在。咱知影扫罗王甲撒母耳约定伫咧即个指甲结界的所在献祭，但是扫罗王伊有耐心无？伊无有耐心伫咧遐听候上帝，伊家己怎啊？我来就好，我来就好。大卫无共款，大卫伊伫咧遐谦卑等听候，甲上帝来的时阵，即个兄弟姊妹，最后要分享的就是基督徒咱的基督徒有一寡代志。虽讲咱看起来敢若是下伫上帝的旨意，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的时间，咱知？
看起来这敢上帝旨意啊，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的时间，所以咱常常会犯错。咱犯错的时阵，有拄时咱是认为讲上帝的作为伤慢啊，上帝你是太慢的，所以咱就走去甲上帝面头前。真侪基督徒并毋是咧追求上帝的旨意顶悬有错误，毋是，是咧听候的时阵失败。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上帝帮助咱学习，会晓谦卑听候上帝为咱所安排。这是牧师伫即章，咱11月、12月咱今年就要结束，明年2023年啊，亲爱的兄弟姊妹，在思考咱对9月份、8月份开始，咱会将即月就开始咧思考明年度遮所有的时间计划，咱会做一寡调整甲改变。咱伫这一次，即边咱家访长咧写的带导信顶悬，拢有真清楚写的。真毋茫牧师，真毋茫咱的带导信摕转去看，咧写咱遮的安排的课程要安怎样互咱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牧师嘛真期待伫明年度一开始，咱做阵来学习，咱做阵来学习。所以求主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内笔咱看到的内笔尊主做大凡事来问上帝，听候等待，尊主做大，谦卑耐心听候上帝。最后，我咧较有兄弟姊妹，你会讲要安怎样知影？这是常常咱咧问。牧师安尼你甲我讲，要安怎样知影？当来上帝的话，真正爱有灵修的生活，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就会知影。爱有灵修的生活，你就会知影。包括你头前的路，包括你的一生，现在都还来得及，不会来不及。即马开始都还来得及，不会来不及。愿主赐福帮助咱今日的分享，愿一切应用归有主，请咱阿头来祈祷。向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主，阮嘛真期待透过大笔的故事，我嘛看到大笔的一生，起起落落的过程。上帝，你拢甲伊三角伊地，互大笔咱来学习，咱来认识，无论伫信仰的方面，无论伫生活的方面，伫遐伊正做一体来实践，听听上帝你的旨意。感谢天父上帝，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尊主做大。拢会当凡事来向上帝求问求讨，而且阮有谦卑的心、耐心伫遐来听候上帝要甲阮讲的话，爱阮做的事。主啊，阮实在是软正软弱，无开力，总是阮逐遍若看到你所安排遮个圣经里的话语所记载所有遮个人物信仰的前辈。就激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继续往前来跑走，阮就将阮兄弟姊妹的灵魂体拢总交托伫主的内面，求主带领、扶持、安慰、帮助阮。感恩阮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是咱来吟归的诗歌，圣诗480首，我心大欢喜，有点身边。圣诗480首，我心大欢喜，注点身边，来回应主的呼召，请咱继续来吟
请坐，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的，请学生同感恩。是来报告，大家有新来朋友，请老师来介绍。兄弟姊妹，搁介绍一摆吼，咱后礼拜就有要介绍咱敬听的即个安志明吼，安志明兄弟吼，甲伊的后生吼来甲咱中间吼，咱大家欢迎伊。伊即个是民事教会咧聚会，因为搬来咱南口3年久的时间吼，另外一方面可能要搁照顾因的时代吼，所以咱教会这边才较近吼，所以以后的时间就会拢总伫咱的教会吼。伊的太太因为还佫有服侍伫个民主教会，爱等到年底，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欢迎吼，因全家会当大家咱的中间吼，伫遮继续伫遮来聚会吼，或者会当参与有一做下遮的服侍吼，拢有甲牧师报告过，吼感谢主，咱佫一遍拍鼓啊！今天邀请欢迎大家这个感谢主吼，支持吼，以上安尼报告，毋知有第一摆来甲咱的中间无？安尼报告。报告。首报的第一件事，咱周间的团体甲小组的活动，安尼来看，显开来因。后周的当天的事项吼，请咱服侍的同工咱家己来关心伊。聚会的人数较方便，问题来甲按时来讲。我即摆来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点，疫情的关系，若是有兄弟伫厝内静养隔离期间，任何需要紧急的帮忙，请来通知教会，互教会通来及时的帮助。第二点，下晡1点半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注意时间来有心来参加。第三点，要订圣诞歌的兄弟，咱请会后来到公报那来登记。咱即个时间是12月11号来停止登记。第四点，请有登记月历也是日期的兄弟，礼拜三请来向干事来提。第五点，每年度的信徒手册已经印好，放伫教会后面的招待桌顶，请咱每一个家庭领一本。第六点，后主日是台神纪念主日，地方会牧师要代表台神来咱教会请安，请为学校的事工推动奉献甲代祷。咱杨牧师后礼拜要前往泸州教会来交换感谢。第七点，本会服事协会甲幼稚园举办的秋季妈妈成长班，对9月16号到12月。
每礼拜会知影9点半到12点，总共12堂。咱邀请咱兄弟来参加，若要参加的，请黄文香传道来报名。第8点啊，咱周末内底有印今年度的，咱的圣诞节要搁到啊，印一个足水的迄个海报嘛。啊，咱即马请今年的咱圣诞节的主办人就是惠理执事吼，来甲咱报告这个Let's go 爱无限。啊，日子平安，哇，真紧吼，咱圣诞节就要到啊吼。啊，我甲大家先来报告吼，讲咱教会即届有要办啥物活动安尼吼。啊，来看吼，咱即届圣诞系列活动，下面，主要是要来甲大家社区啊、外口的民众啊来讲即个。咱耶稣诞生这个好消息，吼，咱要传这个好消息，吼，啊，耶稣来带来爱，吼，疼，甲救赎、甲富人安尼，吼，咱要甲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啦，吼，好，啊个下一页，咱即届这伊较细了，真正是圣经的经文，我来面来看吼。咱即届主要的主轴啦吼，是要来讲因为要把耶稣的爱让所有的领口的民众都知道嘛，啊，所以我们的主轴就是要把这个爱传扬出去。那这个爱是要它传扬，我们就是要来这一次整个都是用爱无限的这个关怀弱势为主轴。咱来看圣经啊，马太福音，啊，若是咱手头有圣经嘛，会当先到马太福音25章吼，因为咱这个投影机可能颜色它比较没有办法导。马太福音25章34节吼，我来读好啊吼。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大家都在。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护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哦，伫马太福音，耶稣要变是给进前嘛，伊嘛甲有跟门徒来分享，甲门徒讲，后摆天堂是安那吼，啊，审判是安那，啊伊一开始伊就是用童女10个童女的比喻嘛10个查甫囡仔的童女的比喻吼，讲爱准备，叫人爱准备好。啊，过来伊佫讲，用1000，互你1000箍，互你2000箍，互你5000箍的譬如吼，摕着1000箍的，甲抬起来，摕着5000箍的有趁5000箍，摕着2000箍有趁2000箍等来。啊尾啊，耶稣讲，即个趁你1000箍抬起来，无咧做代志的，就是爱处罚伊安尼，吼，就是说，意思讲爱叫人爱做代志，吼，一个讲童女的比喻，就叫人爱准备，1000箍、2000箍、5000箍，这是叫人爱做代志，吼，尾啊，到底爱做啥物代志？耶稣就讲，你爱互我食，我若枵爱互我食，我若无所在大，你爱互我大，吼，我若喙焦，你爱互我啉安尼，吼，伊就安尼讲，所以有人就讲，我当时互你食，伊就讲，你若做伫迄即个上世即个人的心上，吼，就是做伫迄我的身上，就是讲咱来宽待迄上世上
弱势的人的心上，就是做伊的心上安尼。啊，所以讲即届这个圣诞节就是以这个关怀爱无限、关怀弱势啊为主轴这样子。哦，好，那下一个，下一页。啊，咱若是以这个主轴来走，咱按怎走呢？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说去年我们圣诞节已经有做过这个爱无限哈。去年我们有做爱无限，大家会友也都有奉献给这个爱无限。好，我们那时候是我们会有奉献500块，那 TBBS 基金会它就会奉献500块，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一户弱势家庭。这一户是咱的是拿靠，咱是做点拿靠的，那林口的低收入的这个或弱势家庭，那这1000块就会给他一个那个物资礼券，哎对，让去买一罐物件。咱旧年有做，增加我们这个效益我们也有给他来的时候，我们还演戏给他看这是去年的做法。好，那再来今年，下一页。今年，这个爱无限这个活动啊，对旧年圣诞节，去年圣诞节是开始是整个台湾所有的教会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教会也有，咱教会马西屋也有跟着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一起来关怀这个弱势这样。那去年咱得当那个 PPT 点一下，点一下那个左边那个好了，每个都是耶稣的心肝宝贝。这是大家教会因做的，因有做成影片，可以看。没有，那个放那个右上角的那个影片。可以放得出来吗？都是那个 YouTube 的影片。不要因为有动到。这个每个都是耶稣的心肝宝贝，这是大家教会嘛是有做这个圣诞无限因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来拿那个1000块礼券之后，他就是都有拍照，然后把它做一个图片这样。这边就是去年全台湾的教会都有做，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报道不要紧。这是最后大家看到，其实各个教会我们都在关怀弱势这样。好，那下一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这是耶稣说的。那英文的话，他讲最小的弟的身上，就是 the least of these my brothers。我是想说那我们讲弱势家庭有时候可能不好讲，我就说the least， 内部我们可以讲 the least 这样。好，下一页。那我们要怎么来用这个主轴来关怀弱势呢？来关怀这些的 list 呢？那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一样就是跟去年一样，我们每个个人我们就是1人捐500，那就可以祝福一个家庭这样。那我们今年的做法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一样，我们看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募款多少，我们捐了多少。假设我们总共可以帮助100户，我们100个人每个人都捐500，我们就可以帮助100户。那这100户的话，我们就会请区公所那边打电话来邀请他们来到这边，来我们圣诞市集，然后来领这个1000块的物资，然后我们也会给他当天的原油券，让他来参加当天的活动。这是第一次跟他接触。那第二次，那一次呢，我们会让他了解他们这个家庭的需求，请问这个家庭他有小 baby 的，还是他有老人比较老人这样子。那我们要给他的关怀，后续的关怀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就要先来了解这个。那了解了之后，后面呢每个月我们会跟那个安德烈食物银行来合作。那安德烈食物银行就会针对他们每一家的需求，每个月送一个物资箱给他们。比如说你拿个小 baby， 那安德烈银行就会给他一个那个有尿布的，有小 baby 尿布的这个物资箱这样子。啊，这些后续每个月就是那就会有这样物资箱。那再来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关怀这些人力死人他们的生命的需要哦，信仰也主要，所以我们会在就是明年度哈，我们就来为他们专门为他们来举办这个适合他们的活动福音茶会哦。啊，在这个活动当中是也可以跟他们介绍耶稣哦，那也在针对里面他们有更多需求的人，我们为他办幸福小组，让他们认识神，这样。这是我们今年度这个爱无限，我们会之后会怎么样的关怀的方式。好，那下一页。那以这个为主轴为出发呢，那我们这次圣诞节的活动呢，系列活动，其实大家有拿到这一张哈，就是我们就是会持续推广，不是只有我们教会会有可以来关怀这个来爱无限这样关怀弱势哈，社区的人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也想要来帮助，他们都可以来1人500祝福一家，一人500来祝福一家，那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的来做。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办一个爱时刻的绘画比赛。爱时刻绘画比赛就是说，国中以下的幼儿园啊、国小啊、国中，他们来画画，把他们感受到爱的这个时刻。上帝赐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爱，他把那个爱的时刻画下来，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那这个我们这次有办。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邀请大家可以写下跟天父说的话，所以我们会办一个爱祝福的圣诞祈愿。那我们会在这教会外面那棵树，然后把它布置成圣诞树，然后可以写祷告的话来挂上去的。好，那我们也会去宣传，让社区的民众他们可以写那个卡片，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跟天父祷告，然后写祷告卡，然后来挂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爱时刻绘画比赛跟爱祝福圣诞祈愿是在我们11月中就可以开始来，就是可以社区民众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是一个前导活动。那到圣诞市集是12月24号那一天，当天我们有个圣诞市集。对，可以往下，不好意思，这边这种全部活动的那个，就是大家这一张都有看到哈。那我刚刚介绍的这个爱时刻绘画，绘画比赛就是画爱的时刻，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它布置一个插画墙，在我们教会的旁边这个办公室外面，然后下一个，那这个是圣诞祈愿就是让我们邀请社区民众都可以写下你的想要对天父说的话。然后挂在圣诞树上，下一个。然后当天的话，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爱无限的圣诞市集。那圣诞市集里面会有2手市集的摊位，然后我们会有用信仰做的闯关任务，让大家来参加的时候，也可以对这个耶稣的这个信仰有点认识。然后我们有舞台节目，然后还有这个手作活动。那这个圣诞市集呢，是全场都使用原油券的。那也是邀请弟兄姐妹也可以预先购买，然后拿那个原油券去邀请朋友来参加。那这是整个我们的就是教会的地图。那我们这一次会申请，就是教会外面竹林路外面那个人行道，我们会申请给我们使用，当天活动使用，然后还有那个单向道，就是车道我们会申请单向道，也是在活动当天给我们使用这样。那我们就会就是
有二手市集在教堂旁边这边有二手市集，啊，然后我们的那个草皮有一个舞台，好，舞台，然后我们会。那个舞台就是在草皮那边，就是幼儿园那个草坪那，好啊，就是那边有一块那个空地，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欣赏节目这样。然后旁边就是市集，好，那刚刚讲的那绘画比赛，我们就在办公室前面有个绘画墙，会布置在绘画墙那。那好，那车道的部分就是美食区，好，美食区，然后文创市集也是在那个外面的车道。这是大致的这个我们教会这次活动的那个地图。好，再下一页。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舞台节目呢，就是会邀请到基督徒艺人张文琪，好来跟我们就是现场会做一个小见证。好，他是从三太子的当地业低薪。机身到他现在后来他整个翻转变成基督徒，然后拿10架就这样，然后他有一个封号叫做咸酥鸡公主，好像他原来是在卖咸酥鸡的，后来变成艺人这样子，然后他还蛮金钟奖，好像他有被提名这样，然后他是跟那个。有主持节目，然后也有唱歌，就是星光以前那个星光帮的那个，他也有唱歌，所以他来现场他会唱歌加上见证，这样这是节目的部分。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有邀请到社区很多的团体一起来参与，像是我们非洲鼓，我们之前应该都有看过，他们很热情，非洲鼓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教会的那个圣诞音乐剧。好，我们会演出，然后还有就是有邀请到林口的乐龄合唱团来演出。那林口国小、崇明国中热舞社，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幼儿园的表演跟就是刚刚讲艺人这些这样子。好，再下一页，我们自己的圣诞剧，这次圣诞音乐剧它会演跟疫情有关的，就是这个疫情教导我们学习到什么这样子。那这个麦子剧团现在一直都有在排练当中。好，下一页。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也会有那个手作区。那这一次我们的手作不是只有给小孩，大人也可以参加，这样。所以有兴趣都可以先报名，这个都是要先报名的哈。可以要做圣诞饼干屋啊，或者是做圣诞降临圈，或是叠古巴克背带这样。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手作，在手作之前，我们会请老师先讲一个。就是跟信仰有关的故事，然后再做。比如说圣诞降临圈这个是什么？圣诞降临之前要做什么事情来迎接啊？是什么？那圣诞饼干屋就讲那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先做这些小故事这样。好，下一个。大概就是今年度的活动是这样。那现在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有这样的活动。那我们等于在前期这一段期间11月、12月还没到的这段期间，我们要先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先奉献给这个爱无限这个。那因为我们到时候会在12月14号通知他来领嘛，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看我们可以募集到多少。例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募集到100户，我们就可以通知100户的弱势家庭来参加，然后来领这个物资券这样子。好，谢谢大家。感谢慧玲姐书吼，这张就是咱的 DM 吼，搁有咱网站上，咱这张顶管吼，你甲加入就会使，甲加入就会咱得到咱圣诞节活动的各种的消息吼。所以伫这张咱摕转去看，等待祈祷吼，关心大岛奉献吼，就主保守咱今年的圣诞节期中间，会当真正关心迄个需要的家庭。帮咱透过这只的活动，透过这是主要目的，帮咱这弱势家庭，
所以愿主来帮咱。以上啊，佫有一点就是即个咱今仔日看到的更新周刊吼，是咱教会的美仪姐妹吼，真美仪姐妹吼，伊伫即个今年设立吼，伊做的见证写伫个遮吼。毋免即摆看，摕转去看吼，摕转去看吼，所以这是真美仪姐妹吼，伊今仔会等一个伊来做华语堂吼，华语礼拜吼，所以兄弟姊妹首先讲一下吼，伊做一个见证，真水的见证吼。好，以上安尼来报告。我搁补充一点，下晡12点半，今仔到12点半，咱教育组邀请各团体的会长，搁有小组长来艺术协的会室开11月份的定期的会议，请小组长甲会长来注意时间来参加。主讲搁继续关怀内底的部分，请咱大家搁继续为着书面与弟兄，即摆伫病院咧开刀治疗内底，为着处调用的兄弟林胜豪、林成清长老、吴世明、赖建志长老、林建志、林德修、潘永洲、曾文德、郑明祥、洪金丁、徐建庭、林李米珠、陈天成，还有段爷、姚桂新、李希敏、洪本展弟兄的母亲白许秀玲来继续在兄弟姊妹来祈祷。奉献报告的部分，在少爷请来12组的会地来欢迎。咱即摆来读永秋的经句，今仔咱要读的经句是《撒母耳记》13章第2节。咱来看两段。大必就问耶和华讲：我通去拍遐个树啊，也毋通。耶和华甲大必讲：你通去拍遐个树啊，救伊啦。大必就问耶和华讲：我通去拍遐个树啊，也毋通。耶和华甲大必讲：通去拍遐个树啊，救伊啦。咱即摆来上面。请咱来吟上用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圣诗510首，俄勒天顶主宰，请咱一起来。起刷请一步。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
Thank you.